2026年春夏，趣味假期再度呈現西藏10日奢華之旅，由西藏旅遊局、四川航空、香格里拉大酒店全力支持，俾你最奢華嘅行程同意想不到嘅優惠價格。我哋成都搭乘四川航空直飛林芝，低海拔開始，輕鬆適應高原環境。VIP 專車前往雅魯藏布大峽谷，近距離仰望修女峰、南迦巴雅嘅壯麗身影，漫遊魯朗林海，彷彿置身雪山牧場嘅詩意山居圖。乘坐景觀火車前往山南，沿途欣賞絕美風光，免去8小時車程顛簸。深入拉薩，喺大昭寺感受虔誠信仰，喺布達拉宮俯瞰聖城，喺八角街沉浸藏地人民，沉醉於聖湖羊卓雍措嘅碧玉之美，感受天地寧靜。住宿方面呢，我哋特別安排連住3晚拉薩香格里拉大酒店，免去收行李嘅麻煩。足不出戶，即可將布達拉宮嘅壯麗盡收眼底。成都入住2025年全新開業英迪格酒店，配備戴森風筒、德龍熱水壺等高端設施，細節盡顯品味。餐飲同樣講究，從林芝魯朗景觀餐廳、地道藏餐、藏粵融合菜，到壓軸成都小籠番大江火鍋，一宴在乾坤。趣味假期西藏10宴奢華團，2026年4至6月緊辦8團，即刻報名開啟一場身心昇華嘅聖域之旅。